另外呢，过年过，咱国内呼吸道的疾病一直有加悬的趋势。有医生就表示讲，唔那新冠肺炎尔，即马流感、腺病毒、白上菌，这呼吸道的疾病嘛，拢有增加。另外，疾管署嘛有公布，今年咱国内头一个麻的本土病例是北部一个30外岁男性，确定是出麻，目前已经掌握伊的接触者有199个人。拜过道诊所坐满等看病的民众，根据临床医师的观察，除了新冠肺炎、流感来看病的，也有腺病毒加微菌菌感染，其中各以持续发烧的腺病毒感染率一直增高。咽喉结膜热啦，发烧时间如果是幼儿化时间比较久，有时候烧个3-5天，就表现会化脓啊，所以病患的痰多，而且咳嗽声音会比较深，再加上药粉吸收困难度比较高，有时候就会造成他发烧时间就会更久。意思是讲，过完年后，部分大人囡仔呼吸道疾病患者确实有增加，不过升悬的幅度也是属过年前翕破疫情，因为高峰无明显出现，一定流感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，在2月下旬应该就会慢慢完好。另外，疾管署原来在19下晡公布今年头一个本土出麻的个案，是一个住伫北部30外岁的男性，4天内2遍就医。2月15日急诊，互人发现伊的面甲四肢有红点，确诊是出麻，紧急隔离。那唯一就是公共场所的活动时，就是大年初2下午去藏寿司而已，所以他的足迹只有这一处。那本身这位民众的接触者是同住家人2位，非同住家人4位，还有就医的接触者190多位哈。最晚要监测到这个3月4号。疾管署表示，咱国为2020年到即马累计拢总4例出麻的病例，年纪是20至30外岁，2例是本土病例，2例是境外移入的病例。但是出麻是正熬活人的疾病，出片前后4天拢会活人。民众若是有发烧、鼻炎、结膜炎、出红点这个症头，爱赶紧就医，并主动交代，让医生知影相关的旅游甲行大的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